終於有一套蜘蛛俠能夠突破第3集，佢嘅結果到底係點呢？1秒電影24:16:9任意拍，無論電影嘅深度或者無聊都盡在電影24房。喺呢度每一格畫面都係蜘蛛俠未死嘅證明。大家好，我係李輝。如果你想知道我哋點樣用創作人嘅視角去發掘更加多電影嘅創作角度，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嚟緊我哋就可以分享無限嘅電影宇宙啦。終於經過咗10年，蜘蛛俠由第1集嘅 Homecoming 嚟到嶄新之日，嚟到第4集，我就行船真解纜失敗咗啦，因為去咗旅行咧，睇唔到第一日星期3嘅第一場。已經有好多坊間嘅片段流出咗啦，亦都有好多嘅相關嘅劇透啦，亦都好多猜測啦。咁我嘅意圖都唔係去講嗰啲嘅説明嘅，因為我相信去講彩蛋或者係對於嚟緊今年呢一個嘅 Doomsday 嘅推測都已經好多人會做㗎啦。咁所以呢個留翻俾其他更加出名同埋更加有心有力嘅 YouTuber 去做啦。而我睇完呢一個嘅蜘蛛俠4，其實我嘅影評得一個，就係我覺得佢係喺 Marvel 世界入面嘅真正嘅蜘蛛俠嘅第1集。都輕輕講一講個劇情嘅介紹先啦。呢個蜘蛛俠嘅第4集呢，點解我會話佢係似第1集呢？唔緊要，陣間我會詳細去講劇情。講到咧喺第4集呢，承接翻第3集嘅 No Way Home，Peter Parker 咧向 Doctor Strange 下咗一個嘅咒語，希望全世界嘅人都將佢 Peter Parker 蜘蛛俠嘅身份忘記咗。第4集劇情正式由呢一度開展 ，Peter Parker 咧正式成為咗一個 lonely 嘅蜘蛛俠，喺紐約區鋤強扶弱，為民請命，仲識咗好多唔同嘅異境朋友。咁今集咧可以話係由頭磅到落尾咧，就係呢個 Punisher、Frank Castle 一個嘴硬一個心軟嘅組合咧，令到呢套嘢咧接拍性係比過往更加好嘅。咁但係劇情講到咧，就係佢哋已經係相隔咗差不多4年 ，MJ 同埋佢嘅好朋友咧都已經係大學畢業重返喺呢個城鎮入面，咁而蜘蛛俠咧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咧，好鬱鬱寡歡啦。雖然每日都不停去拯救呢一個嘅城市啦，但係佢發現佢自己嘅身體開始有變化，而且亦都係要去面對全新嘅敵人。咁呢個全新嘅敵人咧，一講咗咧就會牽涉好多好多嘅劇透。我相信同呢一個嘅復仇者聯盟5咧係都會幾息息相關嘅，唔知佢會點樣發展咧。不過我認為咧，你哋入場睇咧就會知道我講緊啲乜嘢啦，所以我唔再劇透住啦。咁好似頭先咁講啦，關於彩蛋或者各方面嘅嘢咧，我都係唔會詳細去加以解釋嘅。反而我真係好想講咧，就係點解我喺呢4集入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蜘蛛俠4嶄新之日咧個評價我自己係相當之高嘅。就算係去到蜘蛛俠1至3集咧，譬如話最高口碑就係一個蜘蛛俠3嘅 No Way Home 咧，我自己其實都覺得我有少少麻麻地嘅，因為我覺得 Marvel 對於蜘蛛俠一直將佢個排位同埋嗰個功能性咧，將佢當成係復仇者聯盟嘅一個劇情附屬品，即係你會見到係點解佢會有 No Way Home， 就係因為喺 Civil War 入面佢出現咗，而要將佢即將承接落去下面嘅影集，去到呢一個嘅蜘蛛俠2入面咧，亦都係因為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 Iron Man 嘅過身，令到佢係有一段好長尋找自己嘅時間。咁而我自己覺得咧，反而去到第3集就係3代同堂啦，蜘蛛俠3代同堂係當年係迴響非常之大，但係我自己覺得個劇情上係寫得唔係咁好啊。即係相反咧，我覺得咧蜘蛛俠4今次呢一個嘅劇情個寫法咧，我見到有好多人 feedback 翻嚟咧，就話佢唔係咁套路，呢個我係好認同嘅。我只會覺得咧，就係佢甚至係連 Marvel 嘅味道個節奏都冇咗啊！你會見到成套嘢係真係將佢係當成一個有血有肉嘅人，一個角色去描寫。呢個咧不單止喺正派或者反派咧，係喺過往 Marvel 嘅影集，佢個説故事嘅架構成熟咗之後咧，係好少見嘅，甚至係都絕無僅有嘅。因為咧過往咧 MCU 嘅電影咧大派頭啦，唔同嘅彩蛋，兼且就係成日俾人係去詬病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套嘅電影其實只係下一套 Marvel 嘅電影嘅一個 trailer。咁但係今次你會見到咧，
你唔睇以前1至3集咧，你去睇蜘蛛俠4咧，即係當然啦，你有少少門檻，你要知道蜘蛛俠係邊一個啦，同埋你要知道佢喺第3集最尾做嘅嗰個決定影響咗啲乜嘢啦。但係你會見到就係你係第一次重新好入肉地去認識 MCU Peter Parker， 即係荷蘭仔飾演嘅蜘蛛俠嘅呢個角色，係好少咁深入地去見到咁樣去講個角色嘅。你會見到佢係真係將佢定位唔再係任何復仇者聯盟定係任何一個戲入面嘅世界嘅組織嘅附庸品，而係佢將佢就係定位翻呢一個成個蜘蛛俠漫畫世界入面 Friendly Neighborhood 呢一個嘅定位去拍攝呢一個角色。我會有少少覺得咧，係蜘蛛俠佢喺 Sony PS4、PS5 兩集嘅電影遊戲係受到佢呢個電影遊戲嘅影響咧，用佢嗰種敘事嘅方式，好核心去講翻蜘蛛俠喺日常生活佢遇到嘅一啲嘅困難問題。而今次俾我嘅感覺就真係非常之唔同咯。而我覺得最唔同嘅嗰一樣嘢係咧，佢有血有肉得嚟咧，係你好少見到一套 Marvel 嘅電影咧會咁溫柔嘅。你會好少見到係用溫柔去形容一套 Marvel 嘅電影，應該咁講，好多以往 Marvel 嘅電影係嘗試製造溫柔嘅感覺，譬如話 Guardian of Galaxy 佢要做家庭嘅一個感覺，即係話我成個嘅組織一個 family dimension 嘅一個咁樣嘅東西，又或者係拍得 even 可能唔係咁好嘅 Captain Marvel 都可能係其實有佢想表達女性溫柔嗰邊嘅存在。但係今次呢一套嘅蜘蛛俠4咧，你會少有地見到咧，即係當然除咗真正嘅反派之外咧，全部角色 even 係以血腥見稱嘅懲罰者 Punisher， 佢都係十分之有佢個溫柔性喺度嘅。你好似係俾緊一套電影係慢慢去溫暖你個心咁咯，即係未去到話我睇到話要攞張紙巾出嚟不停索啊，或者係哇喊到抽搐啊。但係你好耐冇去感受過有個角色係由封閉去逐漸揾翻一個出路出嚟。即係頭先我咁講話，就算係 Punisher 佢自己咁血腥暴力嘅角色，其實調翻轉都係俾蜘蛛俠去治癒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partner 性咧係好少有嘅，佢個寫法係好獨有嘅。但我睇翻咧有樣嘢好特別咧，就係咧，即係呢個蜘蛛俠4咧個兩位編劇咧，其實都係寫蜘蛛俠1、2、3。同埋都係寫開好商業化嘅電影，但係個導演同埋個編劇係完全係冇佢哋平時商業片嗰種方式㗎，即係冇咗佢哋以前拍戲嗰種格式。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得益於咧，就係Spider-Man 呢個角色咧，佢唔係一個舉世嘅 hero， 佢係一個紐約市皇后區嘅一個英雄。佢能夠做嘅嘢就好似 Aunt May 咁樣講，就係 help someone is help anyone。佢做嘅嘢唔係去拯救個世界，而係去治療、幫助一個人，從而將呢種暖意達到去一個全世界。我成日講咧，就係 MCU 咧同埋 DC 咧呢幾年咧都好興咧，即係啱啱超女俠2都係咁樣講啊，好喜歡咧就係地方呢個地方發生咗一件事，推動你去下一個地方發生咗一件事，再推動你去下一個地方，係用星球去做區分啦。用個星球去做個場數劃分啦，咁但係個場與場中間你個地點嘅跳躍係同個角色係冇關係，係個因果調亂咗，你係有咗個地點發生咗個事件，然後先再話俾你聽個角色有啲咩感情。但係頭先我哋講啦 ，Spider-Man 唔係一個咁樣嘅角色啊嘛，佢強迫係要留喺紐約市啊嘛，咁所以就係佢好強迫地要喺呢一個嘅地方入面困獸鬥地去面對一啲嘢，咁變咗個角色同個編劇一定要係好發掘 Spider-Man 佢自己內心嗰個創傷，同埋佢真係面對緊佢嘅困境係啲乜嘢？呢一個係真係咁講，近幾年 Marvel 冇辦法做到嘅一個電影。而我覺得咧，套戲咧做得最好嗰一個咧係個結尾，個結尾係唔係沙哩隆重嘅，即係唔係嘈嘈吵吵大團圓結局，佢有一種又係好似頭先咁講係好溫柔嘅，個片尾係冇特技啦，冇用 animation 啦，冇 3D 特效，乜都冇噶。佢係好平實將紐約市嘅日常生活拍翻出嚟，
而呢一個正正係好呼應翻成個蜘蛛俠嗰個核心係啲乜嘢咯。即係我雖然咁樣講咗咁耐啦，我覺得係 Marvel 電影真係嚟到一個好轉化嘅階段咧，唔可以再靠一個 structure 公式去寫佢哋嘅角色咯。即係神仙有神仙打交好睇，但係你街頭打爛仔交，亦都係有街頭嘅味道。即係當然我哋觀眾睇慣，可能哇打到上宇宙，你冇理由又翻去紐約區，好似講唔過去喎。唔係咯，今次 Spider-Man 係話俾你聽，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咯。我哋嘅角色如果能夠寫得成功嘅話，慢慢帶住你去理解，甚至係好似翻去2002年 Tobey McQueen 嗰個最舊版本電影版本嘅蜘蛛俠咁咧，可能會講咗，你會發覺好似唔係真係我哋想象中咁流水式劇情導向。我係去睇一啲好生活化瑣碎嘅一個蜘蛛俠，嗰啲都好睇喎。嗱，我又覺得 Marvel 唔係冇做嘅，我覺得 Marvel 喺呢幾年其實佢都有嘗試去轉型，就算係劇集入面有啲可能比較唔係咁討好，譬如話 She-Hulk 或者係有幾套啦，其實都唔係咁受歡迎，但係你會見到 Marvel 去嘗試去轉型緊一啲拍攝嘅方法。我覺得佢哋喺電影上，如果今次蜘蛛俠4其實再成功啲，係真係可以大膽俾翻唔同風格俾唔同導演去寫，可以將復仇者聯盟以外嘅時間各自獨立地俾翻唔同嘅角色自己做。當然你會有彩蛋，你會有唔同復仇者聯盟嘅角色去互動，但係未必要去到以前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嗰種，就係嗰幾年嗰幾套戲全部淨係圍繞住呢套大電影去進行。我覺得唔需要咯。如果今次呢一套蜘蛛俠能夠成為到 Marvel 嘅標杆嘅話，咁我覺得不單止 Marvel 有救我哋觀眾影視感受都係非常之好。我睇完呢套嘢咧，我對於今年嘅 Avenger 5咧就個期待感咧就再高好多啊！如果佢嘅製作拍攝真係能夠有大啲嘅自由度，而個創作成分係可以大家去得癲啲盡啲，唔需要擔心咁多嘢，可能對每個人嚟講，對創作者，對於我哋觀眾都係非常之好。你又點睇呢？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啊！咁今次呢一集嘅蜘蛛俠4又係咪你中意嘅一個嘅蜘蛛俠嘅一個電影呢？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拜拜。